过来嘛是要提起乡亲，暗时到海边啊，或者是港口，因为这个风影大，搁暗看较无，都要真注意。屏东的东港，就一对翁仔某到安检所对面的布花去钓鱼，结果这个太太一个当兄跌落海，这个翁婿随跳落海要来救太太，海巡人员赶到位抢救，把这个翁婿救起来，但是太太当场就亡生了。 帮忙拉住前面的人。警方非常紧急，海巡人员赶紧抢救落海女子，救活了后，紧做 CPR， 不过最后咧也是抢救无效。东港安检所对话的难题，面对东港渔港出海口边啊，还有滨海公园，经常民众来这耍水。昨暗一对翁仔某就伫这附近咧钓鱼，想要到太太上挖近岸边，无细致落水，然后受水翁婿跳来救人，想要到也是发生悲剧。 海上稍微有涌浪，因为我们救生艇因为没办法靠近会撞到，所以后面才以人力接驳的时候，将该对夫妻接驳上岸，救援至上岸，然后并后送至辅仁医院。那该名女性妇人经送医后，人回天乏术。翁婿被救起来了后，意识清楚，不过太太已经失去性命。 民众夜间前往海边或者港口，一定要注意。加上这渔港报案，依照法规是免去钓鱼的，违规者处3万到15万的罚款。